底下的物件是放愈久，色水愈水，毋是放愈久愈水，是你爱甲使用哦。你若无甲使用吼，甲放淡仔拢无插迄条椅啊，会色个变起来，毋是水的色，足歹的色。阮上基本的工具啦，吼，这算剪刀啦、尖刀啊，这拢足侪支啦。这尖刀啊，这阮上基本的配备嘛，这下底下用的嘛，进来讲，咱这叉啊，凿子，这就叫叉啊，大支到这更算上小，还佫有较小的，大到小吼，拢爱有size数，拢爱有嘛。你看伊个吼，上大到上小差足济啊！这拢算基本工具拄外吼，就是佫有叉刀嘛。叉刀爱一支啥呐呢？有分做破的、斩的，像这支这竹来这下，会啊。你看这偌烂哈，我拢轻轻啊下，毋敢伤大力。你看这刀真正有力啊！这个是下的部分，想要破的，就找上这，完全袂来。你看这破的无专心迄刀啊拢唔听话，无动呢。因为迄刀啊，你无专心，刀啊嘛唔听话。传统技艺见真功夫，只见一把刀熟练地将竹子劈细，却不劈断。几片组合起来，成为了椅面，反复的丈量、拼装、修整。看这边你进前，我来看有平无？无平，爱稍微修饰一下，无起来椅仔面袂水。我嘛讲，我算是龟毛人啦，无这路去就好啊。再利用竹子压条固定椅面。底下个消水吼，会消水落去以后离芳会安那会共压着。我正来看对搭离较黑。所以底下佫会消水哦。嘿，伊这底下我讲底下的水分占好将近4%，就是水分呢。最后也是用竹子来进行抛光。咱这个是毋到这个底下穿。对。这底下穿藏伫咱的裤内底，做歹夹起来，藏伫不够歹夹。安尼甲用底下扣底下。安尼正解落了啊吼，迄个扎这个布啊，咱正看表面已经很光滑吼。我布切了，你看讲佫不一样呀，更亮。布切来，将这穿线黏起来啦。你看，伊遐面是毋是足金？你也摸很光滑。想要做好一件好的竹艺品，首先取决于材料。由于现代许多竹子都属半人工栽培，非野生竹，软硬韧性上都有差别，所以怎么选、怎么运用在作品上，全靠老师傅的经验。这拢是规定，这是拢咱这个在地底下，就是咱这北河哈，北河左右，北河地区，迄是一个统称啦吼。所以讲这有嘛，有诶拢家己迄边的啊啦，无全部北河的啦，那是拢接近北河附近安尼啦。这就是较南部的底下啦。南部底有一个好处就是安那呢，伊的软性较好啦，毋过伊的肉较薄啦。因为这无够吼，伊底下的肉无足够啦。毋过伊的韧性足好，适合做这竹家具类的物件啦。第一点，底下你袂使牵涉外咧，曝日啊、雨咧，遐地方拢报销，材料袂用一啦。所以我伫室内，你莫看我这涂骹咧平尔咧，我
内面头壳是放低嘞，有空气的流通吼，底下无着迄种露天，较袂迄个发霉啦。像这算上细机的这吼，这种用途就看当时做的物件需要下要用足油的物件吼，咱爱找这细机的吼。啊，当时像这一般较通常咧用的吼，拢头像这嘛，这就是一般贵的，这一镜头到一镜头到4公分半到5公分，这般算较接用着啦。细机的算较少数啦。对，因为底下会敲细，会敲，啊，所以咱要选这个材料的时阵，就是讲，倒一只敲起来，只要叶子做歹看，绝对无啊，绝对会紧。啊，尤其到要锯的时阵，绝对爱看敲倒一时爱瞄准，无起来了伊啊，咱伊啊卡当小看往对外小看向小看，啊，你后了无势变做拍倒入来，袂看见嘛，徛袂稳啊。这个部分的话是让竹子脱水，因为我们在做竹椅的时候，这个部分会加上一个圈让它固定住，这是一个卡榫的部分。那如果先让它脱水的话，才不会以后如果做久了之后，它自然的脱水会导致那个卡榫的地方啊会比较松脱。那我们这里先让它预先脱水的话，它之后松脱的情况就会比较减少，这样子。尽量就是烧到让它快焦掉，但是又还没有焦掉的情况，因为竹子的话，它即使到接近竹炭的时候，还是会有水分，所以没有办法完全让它蒸发掉，那就只能让它接近烧焦，但是却没有烧焦这样子。也可以用瓦斯烧啊，但是竹子的火的话是相对比较温和啦。如果说用瓦斯的话，它的瓦斯的火会比较强烈，可能会导致比较容易烧焦这样子啊。当然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就是节省嘛。就是让竹子去烧竹子是最节省的嘛，因为我们在做这些椅子的话，总是有一些废料嘛，对啊。因为椅子的话，它如果弯曲的话，做起来它会变得比较形状看起来会比较不漂亮。那我们为了让椅子的形状看起来漂亮一点的话，如果说太弯的话，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等一下加热完之后，我们会在旁边利用杠杆原理，让它就是弯的变直的这样子。没有到很好塑形，因为其实它能调整的就是一点点而已，它没有办法说弯得很过度，因为它毕竟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竹子它加热之后它会变软，那变软的情况下，你去做塑形的动作，再让它冷却的话，它就会固定住。主要就是因为它加热的时候会变软，那冷的时候会变硬，所以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让它固定这样子。新乐竹店是目前台南老市区仅存以传统技法制作手工竹制品的100年老店。第一代王传豹16岁远赴日本学艺3年，回台后创立了福泰竹店，而信乐的店名则是来自于第2代王火药的日本名。算讲店的历史到今年是多111单，你莫惊到，我是第3代，不是我啊。第一代是算阮阿公嘛，伊早期伊是前往日本去学这做这个技术嘛，到咱这个1907年，伫咱这个古早的二林街，就是这个西门路3段遮，伫遮开下第一间的创书店。第一代伊主要迄阵，阮主要做嘛是拢一寡只竹家具，因为迄阵的年代是台湾去日本统治掉的时阵嘛，所以较早做拢单纯是做着这个竹家具类尔，来到1959，较第2代已经，第2代是阮爸爸已经出来做的时阵，是变作讲兄弟滚来，无可能共一间店，所以拆开，拆开。到1959年是在咱民国48年，48年的时代，阮老爸出来，因为兄弟全部做这竹家具类有竞争性，先转型，伊先来去转型做搭竹厝。竹仔厝伫早期是毋是迄阵民国40几年代是毋是大无足进步，算足落伍，所以竹仔厝足侪人会这样接受。竹仔厝分2种啦，一种是竹笼仔厝。一种是竹盒仔厝，竹笼仔厝，啥物叫竹笼仔厝？竹笼仔厝就是条徛好，即个壁，壁有边竹落去以外，
就是内个高轮头含粗坑了，外口较来抹石灰，迄是做壁。厝顶的部分有的是砍木仔草，有的砍，反正讲一寡草啊类物件做厝顶，迄叫做竹笼仔厝。啊，竹下巴厝规间是全部竹啊，啊，包括伊的壁到厝顶，迄厝顶就是有过破开、捌拍掉，是要夹做伙吼，露天来根本拢袂落雨啊。吼，所以讲早期迄阵是即个竹仔厝分两类，就是竹笼仔厝甲竹下巴厝，啊。啊，正阮第二代继续拢是伊竹家具方面算做较少，啊，我是自从即个差不多60年代，60年代经阮老爸开始咧学师啊，学到出师先是65年，65年算出师，出师了后，真的是主要做，我主要是搁做，我无针对竹仔厝，我针对竹家具的较传统的、较旧式的物件去做。台湾早期每个家庭生活中都少不了竹家具，当时府城民权路靠近圆环处更是知名的竹仔街。可是，在1970年代后期，塑胶椅出现后，竹椅也渐渐的没落了。市面上的竹店一家一家结束经营。这讲到这竹仔先生学师的时阵是也算讲足请呀，大家足好做啦。等头出师悲剧来啊！因为66年塑胶椅出来嘛，塑胶椅俗个好收啊，无人要用竹椅所以人讲迄阵心肝上顶外个小人在讲我学遮济，当学甲会晓做安尼竟然捡塑胶椅叠死。阮早期看阮老爸咧做，内面毋尔，我算迄阵算师仔工尔，阁袂使算师傅嘛内面师傅有2个到3个，到阮老爸，逐工我看，逐工咧做伊看到人讲看甲会野，你敢知影？师傅逐工暗时做到9点外呢，嘛是搁去做。因为较早迄阵竹椅销量会大声呢，迄阵咱一寡工厂界，包括咱遮做加工的、做皮的，做反正只要工厂界伊要坐椅要坐竹椅啦。竹椅这是讲坐久伊袂烧啦。这主要大家工厂界爱的物件啦，一捡到塑胶椅出来，大家谈着讲塑胶椅俗佮好收，煞一段时间大家转伫这塑胶椅相近买了几冬呢？迄阵我知影讲塑胶椅出来到这竹椅，我当在将近买了20冬竹椅无人客，无啥消费者愿意买着竹椅讲竹椅价钱较悬，比塑胶椅贵啊。这是一个迄，过我学起来我想我看讲这样摆，我会迄个转型，我绝对唔转行，我本土顾的。面对传统产业的没落，王仁辉不甘心，辛苦学的功夫却要付诸流水，所以他靠着不服输的个性，力求转型。70年代改做花圈架牌坊，80年代结合花艺。开始设计门面、舞台，甚至学会了画设计图。90年代吹起复古风潮，他又回到手工制作竹椅的本行，不但帮庙会制作花篮骨架，也懂得以竹材设计充满日式和风味道的展场。在竹工艺乏人问津的20多年，他懂得变通，发挥创意，去适应时下潮流。固执的不放弃传统的竹椅家业，他的坚持也让信二竹店如今成为台南老市区中唯一硕果仅存的手工竹椅店。有这个问题，足侪人甲我讲过，甚至有人甲我讲安怎咧讲，恁老爸头壳歹，甲你拖去学这根本要害你的嘛。我讲我唔相信会害我讲咱人要安怎做靠头壳啦，毋是靠你一个，咱工课是活的，毋是死的。你也要执着伫固定一个所在，保证你连面互甲伊淘汰起来嘛。我嘛曾经讲过一句话呢，迄到这个80年代啦咱一寡传统的行业、企业拢叫做夕阳工业嘛，夕阳行业嘛。毋过我讲的还没到背道而驰对啦。我讲人有夕阳，这是人的夕阳心态。无迄个什么夕阳行业的存在，你只要想办法，这个物件，互你根本
已经作者，毋过你莫啊当作讲是趁钱的工具，你啊当作一种传统技艺、一种艺术、一种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有一天这种物件嘛是当讲个活到当下呢。所以讲，我当时只个坚持这个理念尔啦。所以讲哦，我讲会当讲一句讲，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心态，这个才是重点。103年是毋是开始这文创风兴起？我嘛是变出我文创产品的。我文创产品呢，以阮店面现有的产品哈，来做像模型啊呢，上基本缩小版哈，拢爱像我店的产品的1/8到12/1，就甲遐少。毋过工法吼，毋是凊彩做哦，比较大料的工法，遮等搭几支底甲几空啥物，一支拢无减。所以我讲哦，你无求进步，无改变，你早晚爱用淘汰。会用淘汰的人，就是拢停顿伫遐，无要向前行。只要你愿意向前行，绝对有机会。未必讲向前行了，绝对会成功啦。毋过愿意试，就加一遍的机会啊。这是我一向出来这40几年来我所坚持的，嘛算我固执的一面啦。不管怎么转变，传统的东西不能放弃。即使经过多次的转型，王乐辉始终维持制作竹椅的本业。即使现在技术革新，也还是依旧遵循传统工序，使用的工具甚至还是先人所留下来的。这个叫蜡钻、手拉钻，这个真袂送算古董，这较差不多无较100岁啦。这算阮的较传统的一个工具啦，吼，这免插电嘛，伊这是靠这个正位遮吼。你咧六个时阵可以旋转上下的当正康啊。阮的工具除了铁的部分找拍铁、师傅拍以外，剩下差不多改制作。电动较紧，毋过做起来无传统的味。咱也即要讲究环保这上环保啦，免食电啊，节能减碳啊。历经100年的信二竹店，墙上也还挂着前人所留下来的百年工具，而店内最为珍贵的只是这一本第1代的工作手札本，内容详细记录着许多精细的竹制和竹编技艺。这寸切，伊这彩粉红色的，这上面用到这就是2个小柜子啦，这是一寡像咱放物件的，你看这拢兼有寸切拢写在边啊。我帮恁看一项物件，西装台，我伫这附近这，伊这每一页拢的，你看，这过去人嫁妆的西装台，这100几年前的代志啊。你看伊这有写寸切以外，进入这就是要入一块镜，这个西装台啦。系啊，此处拢有写而且伊较早即个人客伊遮有写的物件伊拄仔西装台拄仔搁订别项物件啦。伊遮有写一个人家要搁加一桌要倒该写日文啦。这条和氏桌，你知伊的宽度偌悬？一台车就是30公分的宽度，从这桌面到这桌骹和氏桌。所以讲，伊这每一项物件，这就是拢有人客来订物件爱拢刷家己起哩。这有够，伊拢这是咱这本袂使讲当作是啦，这本是一本手札本伊就是较早人客来订物件，伊记录的啦。这像这个置物柜另外每一样置物柜形状看起来大同小异，毋过是变化伫顶面的花样啦。小兼有人客订的人客名在手札本中可以看到许多竹制家具、生活用品的设计草图，更可看出前人的智慧和精湛的手工技艺。竹制品的做工相当的繁琐，像是制作竹椅脚时，要先手工削竹、刨竹肉，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却相当的费力，一不小心还有可能会受伤。而一张手工竹椅最神奇的在于不用任何的钉子、螺丝。
竹子经过消薄火烤后，这么一折，完成了接合处和4个椅脚。经由他手制作出的一张张牢靠的竹椅，更是品质的保证。我讲一粒椅仔举起来，第一步哈，教一上外行的步数，你免特别看啥，你第一个举，然后看看重量。第二个就把它翻过来看，啊，有好不好？看这底部才一目了然。搁选材方面，这个关一下哈，要有竹子，较袂爆掉。就是咱哈任何的，就是这个上的这一段一定要有竹子，因为竹子是这个物件做呢，它有高低嘛，无可能四个拄啊足少的啦，哦，一定要有竹子，你袂使加全部空的吼。迄当时咱坐也不小心去甲绞掉，结果爆掉了。所以一个张最好意思的挑的方法哈，真正内行的经医啊哈，来到的老先拿来看，不是一般人看哦，我只看表面好看就好了，错误，真的要看，就是看底部，看这骹有捌无，这条也保证作用。啊，个压起来声，很扎实，袂使压咧，转个涂骹。声音要保证在遐内面无按，还是破去啊。咱要做的时阵要丈量做，因为你也看这只有是90度嘛吼。伊这个你袂使比这种伊的迄个直径2倍是错误的，要计算说这个跟这个2倍以来要减多少，刚好是因为这90度吼，它不是完全密合，加个一块完全包无掉嘛，所以要扣掉这块的尺寸。所以说，做成第一点要画板落去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你的刀法，哈，你要得要下哈，下好这个弧度刚刚好包起来是，系无你啊下了无势，无一定加按加多离一旁，往底爱离一旁是要长时完全用的嘛，塞进去。传承的工艺方面，细节部分才是重点呐。无一般你看到平常的技术吼，迄表面的技术大家嘛教一个样啊。毋过咧细节问题，要这样物件要品质要好要歹，是带这细节的问题尔。你人讲做工课人有用心无用心，咱看人讲看有用心无用心，看面角就好啊，这才重点啦。不求做得快，只求每一个都是要拿得出手的竹艺品。这样的态度也是王乐辉要传承给儿子，也就是竹店第4代王生南最重要的工作信念。一开始其实我对这个其实没有兴趣了，对，因为其实我爸大概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有想要让我接这个，对，但是我那时候并没有兴趣，所以我大学才会去读资讯管理。那后来是因为就是想法的改变了，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有去外面打工，那也知道说其实职场是还蛮辛苦的，然后就体认到说其实我爸爸很辛苦这样子，然后因为加上我爸爸年纪也大，然后就想说回来帮忙他这样子，所以才开始回来做，啊，越做越有兴趣。工具的操作是真的还蛮麻烦的，因为真的就是一开始你的手是无法适应它的，所以你工具无法拿得好的话，你做得出来的东西就会歪七扭八的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就很难适应，大概花半年多的时间才把工具拿得比较稳这样子，所以还蛮辛苦的。之前如果帮忙的时候，当然就是做一些比较非技术性的，可能就是帮忙去做整理啊，或者是一些后续修缮的动作这样子。那当了学徒之后，当然就会有一些比较技术面的嘛。那这个部分的话，变成说，只要我有做错，或者是哪里不好的话，他就会指正这样子，对，就会去教导这样子。然后他就严格倒是还好啦，因为其实他给我的观念就是不同于上一代的，上一代就是只要没有做好的话，就是会打啦、会骂这样子。他给我的观念就是做错没关系，反正材料很多，就是慢慢做，然后做到好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比较不会这么严格啦。也因为王生南毕业于资讯系，所以透过年轻世代擅长的网络行销，架设网站及脸书。随着网络资讯的流通，要将百年手工竹艺制品行销全台，并走向国际。目前的话，其实我会想要朝向就
就是比较传统类的，因为其实新的东西当然大家会想看，但是新的东西比较不稳定。我觉得如果有办法再把旧的东西，如果有办法再研发出来的话，会更好。像其实刚才也有看过阿周的那些东西嘛，那些东西的话，其实目前以我们的技术来说是比较难达到的。那如果说未来有机会可以再研究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潮流。我会当就是讲，将我一生雕所学的技术，尽量教予伊。毋过这人讲的功夫是固定啦，物件变化靠你家己的头壳啊。我嘛讲咱学是基本功夫，变化设计新的物件就是靠你家己的头壳。毋过设计新的物件，就是坚持咱传统的做法，咱这传统的美较袂晓无去。咱一世人永远学袂了的功夫，看袂了的人，所以食较老嘛是爱搁继续向前看。